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阿水講歷史。今日我哋要拆解一位幾乎所有影視劇、古裝劇都寫錯，甚至醜化到面目全非嘅傳奇女性蕭皇后。只要你睇過任何一套講隋末唐初嘅劇集，一定聽過呢個講法。蕭皇后天生一副絕世容顏，命帶桃花，一生輾轉侍奉過6個帝王，分別係隋煬帝楊庵、君半神宇文化及割據群雄竇建德。東突厥兩任可汗，最後連一統天下嘅唐太宗李世民都對佢一言傾心，將佢納入後宮寵愛。幾百年來民間戲曲、明清演義、現代影視劇不斷放大呢個故事，將蕭氏塑造成一個只靠美色周旋於各路男人身邊，毫無骨氣嘅風流艷後，甚至貼上紅顏禍水嘅標籤，話大隋滅亡都有佢幾分責任。好多觀眾細個聽長輩講古，長大睇電視，早已經將呢段六帝艷史當成鐵一般嘅歷史事實，從來冇人質疑過真假。但今日阿水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，呢個流傳足足上千年嘅故事，由頭到尾都係虛構出來嘅謠言，冇任何正史文獻考古出土實物可以支撐。真實嘅蕭皇后從來唔係眾人爭搶嘅絕色尤物，佢只係一個生於亂世、命運不由自己掌控嘅苦命女子，一生正式擁有嘅丈夫自始至終淨係得隋煬帝楊庵一人。佢係西涼皇室正統公主，飽讀詩書，精通醫百，心性溫柔卻暗藏骨氣，輔助楊庵奪柱登基。眼看王朝由盛轉衰，亂世之中攜帶皇室遺孤四處流亡，年過花甲漂泊異域，最終80又1安然離世。唐太宗下旨將佢靈柩送往揚州，同楊庵同月合葬，墓誌銘清清楚楚寫明佢永遠係隋煬帝嘅皇后。後世之所以不斷抹黑佢，只係古代文人為咗戲劇效果，刻意扭曲亂世女性嘅形象，將時代動王朝傾覆嘅責任隨意推到一個弱女子身上。今日呢條長片，阿水唔會淨係單純辟謠，我哋由佢出世講起，完整就一片蕭皇后81載跌宕起伏嘅人生，結合24史裏面隋書嘅權威記載，揚州2013年出土嘅隋煬帝夫妻合葬墓考古資料，佢親自撰寫嘅述字庫原文，逐點拆穿6帝侍奉嘅荒唐傳聞，順便同大家講清楚，到底呢個污名係由邊個年代開始出現，點解可以流傳千年，直到今日仲有無數人深信不疑。中意還原真實歷史，唔想再被影視劇誤導嘅朋友，記得點讚收藏，全程跟實阿水，唔好中途劃走，後面有大量獨家史料同考古證據，絕對會顛覆你以往所有認知。第一篇章不祥公主，自有寄人籬下，皇室血脈卻無半分榮華。講蕭皇后，首先要撇除影視劇亂改嘅名字，蕭美娘正史之中從來冇記載過佢有呢個名，史書只統一稱呼佢為蕭氏，後世史官追諡為問皇后，後人先習慣叫佢蕭皇后。蕭氏生於公元567年，當時中原處於南北朝分裂時期，北方有北周，江南地區則劃分為陳椒同西涼。西涼嘅統治者蕭劋就係蕭氏嘅親生父親，史稱梁明帝。好多人以為身為皇室公主，一出世就會享盡榮華富貴，衣來伸手飯來張口。但蕭氏嘅童年充滿孤獨同委屈，一切根源來自當時江南民間一個極為迷信嘅習俗。南北朝時期，江左一帶普遍認為農曆2月出世嘅孩童係不祥之人，會撞家中長輩，大衰整個家族運勢。皇室同民間都深信呢個說法。蕭氏剛剛出世，就因為出生月份被自己親生父親梁明帝蕭劋嫌棄，唔願意將佢留在皇宮撫養。一開始，蕭劋將呢個女兒交俾自己嘅堂弟蕭氏嘅叔父蕭級收養，本以為寄養係親戚屋企，日子不至於太難捱。豈料短短1年不到，收養佢嘅叔父夫婦雙雙離世。當時所有人都更加篤定呢個2月出世嘅公主真係大煞，更加冇人敢收留佢。無計可施之下，蕭劋只可以將親生女兒送到遠房舅父張柯屋企寄養。張柯雖然係皇室外戚，但家境極為清貧，屋企連多餘傭人都請唔起。細個嘅蕭氏唔可以像其他公主一樣終日吟詩作樂，反而要跟住舅父母一齊操持家務，操縱雜活都要親自動手。雖則生活艱苦，但張柯夫妻本性善良，從來唔會苛待呢個可憐嘅公主，仲專門請先生教導佢讀書識字。
蕭氏本身天資聰穎，又因為自幼歷盡冷暖，心性比同齡人成熟許多，日日勤奮苦讀，幾年時間不僅熟讀儒家經典，寫得一手秀麗文章，仲自學醫術，星象占白，各式各樣技藝都有所涉獵。寄人籬下10幾年，蕭氏見盡人情冷暖，養成佢溫柔婉順、懂得察言觀色嘅性格，同時亦磨練出超乎常人嘅韌性同忍耐力。呢份底色，亦都奠定咗佢後面幾十年面對風波、亂世漂泊都可以撐落去嘅底氣。公元581年，北周權臣楊堅奪取政權，建立隨朝史稱隋文帝。隋文帝立長子楊勇為太子，次子楊庵封晉王，負責鎮守江南地區。幾年之後，隋文帝同獨孤皇后打算為晉王楊庵挑選一位西涼宗室女子做王妃，一方面透過聯姻安撫江南蕭氏舊勢力，穩定剛剛統一嘅天下局勢；另一方面亦都想為楊庵揀一位賢良淑德、出身匹配嘅妻子。隋文帝派出使者前往西涼，將蕭巋名下所有適婚年齡嘅宗室女子全部集中，逐一占白吉凶。古代皇室婚嫁極度看重八卦結果，但凡卦象不吉即刻淘汰。使者前前後後測試晒宮中所有公主，得出嘅卦象全部大凶，完全唔適合嫁入晉王府。梁明帝蕭巋當時極為頭痛，忽然間先諗起自己仲有一個自幼寄養在外、幾乎被遺忘嘅女兒蕭氏，無計可施之下，蕭巋即刻派人將蕭氏由舅父屋企接返皇宮，交由隋朝使者占白。冇想到呢位從小被視為不祥嘅公主，八卦得出嘅結果竟然係大吉大利，完美契合晉王楊庵嘅八字。隋文帝同獨孤伽羅收到回覆之後，即刻拍板敲定婚事。公元582年，年僅14歲嘅蕭氏正式嫁給25歲嘅晉王楊庵，成為晉王妃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誤以為呢段婚姻只係一場冰冷嘅政治聯姻，夫妻之間毫無感情可言。但真實歷史完全唔係咁，楊庵同蕭氏相伴長達30幾年，夫妻感情深厚。楊庵一生都敬重、信賴自己呢位王妃。第二篇章，晉王內助，輔助楊庵奪嫡，溫柔外表下藏縱觀大局嘅智慧。獨孤皇后係隋文帝最敬重嘅皇后，為人剛烈，極度厭惡男子寵妾滅妻，最欣賞夫妻同心、專一恩愛嘅王子。當時太子楊勇生性好色，府中妻妾成群，獨孤皇后對佢越來越不滿，而楊庵想要取代大哥成為儲君，必須討好母親獨孤伽羅，同時博取隋文帝嘅好感。蕭氏身為晉王妃，深知丈夫心中嘅野心，亦明白當前朝堂嘅局勢，從唔會像其他後宮女子一樣爭風呷醋，反而全心全意做楊庵最堅實嘅後盾。楊庵刻意營造簡樸專一嘅形象，屋企樂器琴弦刻意損壞，至簡單，唔養大量姬妾，身邊淨係留蕭氏一位正妻。每一次隋文帝同獨孤皇后前來晉王府探視，蕭氏都會親自接待，舉止溫柔得體，言談舉止大方有分寸，令帝后二人對佢好感倍增。每當朝廷派遣使者落江南巡查，無論官階高低，蕭氏都會放下王妃身段，親自出門迎接，或者透過贈送禮物溫言款待，令各路官員返京之後，都會在隋文帝面前稱讚晉王夫妻二人賢德有禮。獨孤皇后時常派人前往晉王府打探動靜，蕭氏每次都會主動與宮中來使交談，細心招待，從唔會有半分怠慢。透過宮中使者，持續向獨孤皇后傳遞夫妻二人相敬如賓、生活簡樸嘅畫面，慢慢扭轉帝后心中對楊庵嘅印象。除此之外，蕭氏精通星象占白，古代帝王諸侯極為看重天象預示，楊庵多次遇到朝堂難題，都會私下同蕭氏商議。蕭氏憑住自己所學，結合時局，給出中肯建議，幫助楊庵避開不少陷阱。《隋書後妃傳》明確記載，後姓婉順，有知識，好解俗文，頗知瞻後，高祖大善之，帝甚寵敬焉。短短幾句史料，足以證明蕭氏唔係只識得依附男人嘅花瓶，佢有文才，有頭腦，懂得觀察時局。無論隋文帝、獨孤皇后定係楊庵本人，都對佢十分認同。為咗協助楊庵奪儲，蕭氏仲主動拉近與江南氏族、
西涼舊部嘅關係，利用自己蕭氏皇室嘅身份，安撫江南百姓，鞏固楊庵鎮守揚州嘅根基，令楊庵在江南地區民心穩固，擁有足夠底氣同太子楊勇抗衡。多年局之下，隋文帝同獨孤皇后對太子楊勇厭惡日深，對楊庵夫婦越發喜愛，最終廢黜楊勇，改立楊庵為皇太子。公元604年，隋文帝駕崩，楊庵正式登基，即位隋煬帝。蕭氏順理成章冊封為皇后。當時蕭氏已經37歲，陪伴楊庵走過23載歲月。縱使楊庵登基之後，後宮按照禮制設置各級嬪妃，3000佳麗充斥後宮，但楊庵從來冇冷落蕭皇后。無論巡遊江都、出征室外，身邊永遠帶住蕭氏。國家大事、後宮管理都會同蕭皇后商討。後世好多人話隋煬帝荒淫無道，完全聽唔入勸諫。其實面對蕭皇后，楊庵一直保留住幾分聽勸嘅耐心。後期楊庵好大喜功，三征高句麗，大興土木，年年出巡，勞民傷財，天下百姓不堪重負，各地起義軍接連湧現，大隋江山岌岌可危。蕭皇后睇住丈夫一步步將王朝推向滅亡，心中滿是憂慮，多次尋找機會委婉勸諫，奈何楊庵當時志得意滿，聽唔入耳，逆耳忠言。蕭氏唔想直白指責惹丈夫反感，於是揮筆寫下一篇述志賦，借文字抒發心中嘅憂愁，隱晦勸諫楊帝收斂好大喜功之心，體恤天下蒼生。述志賦全文流傳於史書之中，文字哀婉克制，冇半句指責君王嘅話，只係訴說身為皇后眼見四海動，民生困苦嘅痛心，亦暗藏對丈夫偏執執念嘅惋惜。只可惜當時嘅隋煬帝已經無法停下腳步，所有勸諫都只係徒勞。蕭皇后明知大隋大勢已去，卻無力回天，只能默默陪伴在楊庵身邊，守住大隋最後一點皇室體面。身為皇后，佢見證咗王朝巔峰，亦親眼目睹盛世崩塌，而終於佢顛沛流離嘅苦難歲月，先至正式拉開序幕。第3篇章，江都政變，國破家亡，拆解第一層謠言，宇文化及強蕭皇后，全無實據。公元616年，隋煬帝帶住蕭皇后、皇室諸王、文武百官南下江都巡遊，當時眾原已經群雄割據，洛陽、長安道路被起義軍截斷，滯留江都嘅朝廷軍士大多係關中子弟，長久遠離家鄉，人人心中思念故土，軍中怨氣越積越重。2年之後，公元618年，禁軍將領宇文化及、司馬德堪等人趁住軍心渙散，發動江都政變，率領軍隊闖入皇宮，殺隋煬帝楊庵。隨後大肆捕殺留在江都嘅隋昭宗室大臣，整座江都皇宮血流成河，國破君亡。年過50歲嘅蕭皇后，瞬間由一國之母淪為叛軍俘虜，身邊仲要帶住年幼嘅皇孫、幾位皇室公主，一眾婦孺毫無反抗之力，只能任由叛軍擺。呢度就係第一個千年謠言嘅起點。民間傳聞宇文化及君之後，貪圖蕭皇后絕世美貌，強行將佢納為自己嘅寵妾，成為蕭氏侍奉嘅第2位帝王。今日阿水憑正史逐點推翻呢個講法。首先睇隋書記載嘅江都政變細節。宇文化及叛軍攻入皇宮，首要目標係殺死隋煬帝同所有有繼承資格嘅皇室男丁，斬斷隋朝復辟嘅可能。對於後宮婦女、幼童，叛軍並冇隨意屠戮，只係全部軟禁起來，作為人之挾持。史書之中完全冇任何一處文字記載宇文化及迎娶、寵幸蕭皇后，亦都冇冊封蕭氏為夫人、姬妾嘅相關記錄。當時蕭皇后已經51歲，古代女子保養條件有限，50幾歲早已不再年輕貌美。宇文化及身邊本身有大量年輕宮女、官宦女子，根本唔需要強行有一位年過半百嘅前朝皇后。宇文化及挾持蕭氏同皇室眷屬，唯一目的只係利用隋朝皇后同皇孫嘅身份，增加自己割據勢力嘅正當性，挾持皇室人質對抗其他群雄，純粹係政治手段，同男女私情毫無關係。之後宇文化及率軍向西撤退，途經河南一帶，被李密率領嘅瓦崗軍重創，兵馬損失慘重，實力大減，退守魏縣，後來又逃至聊城。
割據河北嘅群雄竇建德抓住時機，親自率軍攻打聊城，擊敗宇文化及、生擒叛臣，將宇文化及一黨全部處決。竇建德攻入聊城之後，見到被挾持多時嘅蕭皇后同徐昭遺孤，即刻以臣子招拜前昭皇后嘅完整禮節相待，親自向蕭氏行禮，供應充足衣食，專門劃出院落安置蕭氏同所有皇室女眷，全程保持君臣禮數，半分逾矩行為都冇。呢度就拆解第二個謠言，傳聞竇建德戰勝宇文化及之後，將蕭皇后留在身邊為己有。事實上，竇建德出身農民，起義之後一直標榜自己忠於徐昭，處處維持禮義形象。若果佢強纏昭皇后，只會令天下士族、百姓退氣，斷絕自己爭奪天下嘅資本。以竇建德嘅政治頭腦，絕對唔會做出如此愚蠢之事。舊唐書、新唐書同時記載，竇建德收留蕭氏一段時間，全程以禮相待，從無任何非分之舉。後來突厥方面派人前來迎接，竇建德亦都爽快放行，從未藉口扣留蕭皇后。點解突厥會專門派人接走蕭皇后？關鍵人物係義成公主。義成公主係隋煬帝嘅堂妹，早年隋文帝為安撫突厥，將義成公主遠嫁和親，成為突厥啟文可汗嘅妻子。之後啟文可汗離世，按照突厥收繼分習俗，義成公主又先後嫁給始不可汗、處羅可汗。義成公主始終心向徐昭，聽聞江都政變，隋煬帝遇害，蕭皇后流落竇建德處，心中極為掛念，於是遊說當時嘅處羅可汗，派遣突厥使節前往河北，要求竇建德將蕭皇后同徐昭遺孤移交突厥。竇建德當時實力不足以同強大嘅突厥對抗，唔敢拒絕突厥嘅要求，只好安排車馬護送蕭皇后、皇孫一行人跟隨突厥使者前往室外。由此就衍生第三、第四層謠言，話蕭皇后去到突厥之後，先後成為始不可汗、處羅可汗嘅王妃，因女侍二汗。呢個說法同史實完全背道而馳。首先，蕭皇后前往突厥時，始不可汗早已經過世，當時突厥統治者係處羅可汗，而處羅可汗嘅正妻係義成公主。蕭氏一行人抵達突厥皇庭之後，只係被安置單獨住所。突厥兩任可汗收留佢哋，全部係睇義成公主嘅情面，為咗收留徐昭殘存皇室，利用徐昭皇室身份同剛剛建立嘅唐朝相互制衡。蕭氏當時已經年過60，滿頭白髮，身邊仲帶住徐昭皇孫。突厥可汗點可能會迎娶一位年長、身負前朝血脈嘅老婦人？史書中唔存在可汗冊封蕭氏為可敦、突厥皇后嘅記載。蕭氏在突厥多年，只係作為徐昭為民婢供養，從未與兩任可汗產生夫妻關係。後來處羅可汗離世，傑利可汗繼位，義成公主又依照習俗改嫁傑利可汗。蕭皇后依舊獨立居住，維持前朝皇后嘅尊嚴，在室外度過10幾年漂泊歲月。最後一個流傳最演、最多人信以為真嘅謠言，貞觀4年，唐太宗擊敗東突厥，將蕭皇后迎返長安。李世民見蕭氏風韻猶存，不顧兩人相差31歲嘅年齡差距，將60幾歲嘅蕭皇后納入後宮，寵愛有加，成為佢侍奉嘅第6位帝王。呢個講法係所有謠言之中最荒謬、最無史料支撐嘅一個。我哋結合正史同考古證據，徹底拆穿。貞觀4年，大唐名將李靖率兵大破東突厥，生擒傑利可汗。義成公主不願歸順大唐，戰死室外，而滯留突厥10幾年嘅蕭皇后同徐昭皇孫，被唐軍尋獲，送返長安。唐太宗李世民迎回蕭氏，出於禮制考量，給予前朝皇后應有嘅禮遇，專門在長安城中撥出一處寬敞宅邸，供蕭皇后獨自居住。按月發放俸祿，下人伺候，讓佢安享晚年。李世民比蕭皇后細31年，蕭氏返長安時已經63歲，垂垂老矣。李世民身後後宮佳麗三千，年輕妃嬪無數，完全冇任何理由去寵愛一位年逾花甲嘅前朝皇后。兩唐書之自通所有權威史料，全程冇半字提及李世民納蕭氏入後宮，亦都冇任何冊封、侍寢、賞賜寵愛嘅相關記錄。蕭皇后在長安平靜生活17年，從唔參與宮廷爭鬥，
亦都唔會藉自己身份干預朝政，深居簡出，安度餘生，直至貞觀21年，以81歲高齡安然離世。蕭氏過世之後，唐太宗下達一道聖旨，足以直接粉碎所有侍奉六帝嘅謠言，命人將蕭皇后嘅靈柩由長安運往揚州，與多年前江都政變遇害嘅隋煬帝楊欣合葬。死後依舊做楊欣嘅皇后，追諡為敏皇后。敏字代表憐憫，憐佢一生顛沛，命途多舛。如果李世民真係將蕭皇后納為己有，絕對唔會下旨令佢與前夫楊欣同月安葬。呢道聖旨本身就係最直接嘅證據。第4篇章考古實錘，揚州隋煬帝墓出土，墓誌銘永久定調歷史真相。好多觀眾會覺得單純靠文字史料，仲有可能存在記載偏差。但2013年江蘇揚州出土嘅隋煬帝、蕭皇后夫妻合葬墓出土實物，直接鐵證如山，徹底斷絕所有野史謠言嘅空間。當年揚州市一處工地施工，意外發現2座磚室古墓，考古專家現場發掘，出土一方隋代墓誌，墓誌銘清晰刻住隋故楊帝墓誌，確認主墓墓主係隋煬帝楊欣。旁邊陪葬墓則足於蕭皇后，墓穴之中出土蕭皇后完整骸骨。考古團隊透過骨骼檢測，推算蕭皇后去世時年齡大約80歲上下，與史書記載81歲壽終完全吻合。骸骨呈現老年女性特徵，完全唔存在所謂萬年風華絕代嘅情況。最關鍵嘅核心證據係蕭皇后專屬墓誌銘，墓誌全文千餘字，詳細記載佢嘅出身、婚嫁、一生經歷，通篇明確寫明蕭氏14歲嫁晉王楊欣，終身為楊欣之妻。亡故後奉旨與楊帝合葬，全程冇半字提及改嫁與文化及竇建德，特缺可看唐太宗任何一人。古代墓誌係死者下葬時埋入墓穴，伴隨靈柩嘅官方文字，由當朝朝廷認可撰寫，真實性遠高於後世民間演繹。戲曲係第一手原始史料，具備絕對權威性。除墓誌之外，墓穴出土大量隋代宮廷玉器、銅器、女子飾品，全部符合隋昭皇后禮制規格，並冇出現唐朝後宮妃嬪嘅專屬陪葬器物，證明蕭氏死後，朝廷依舊認定佢係隋煬帝嘅正妻，唔屬於大唐後宮。墓葬發掘報告公開之後，考古界、史學界統一達成共識，所謂蕭皇后輾轉侍奉六帝，純屬後世文學作品虛構，完全唔符合真實歷史。到呢度，4個核心謠言已經全部拆解完畢。我哋總結一次真實嘅時間線，方便大家理清頭緒。1.14歲嫁楊欣，一生唯一正式丈夫，相伴30餘年。2. 江都政變後被予文化及軟禁，僅作人質，無夫妻關係。3. 竇建德擊敗予文化及以禮收留，從無非婚之舉。4. 前往突厥被義成公主庇護，供養10數載，未改嫁可汗。5.63歲返長安，獨居宅邸安度晚年，未入唐太宗後宮。6.81歲離世，奉旨與楊欣合葬，死後仍為隋煬帝皇后。縱觀成條時間線，蕭氏從來冇第二任丈夫。所謂六帝驗史，無一處可以對應正史同考古證據。第5篇章，千年污名從何而來？點解後世執意醜化蕭皇后？好多觀眾會心生疑惑，既然正史、考古都證實蕭皇后係清白賢後，點解六帝風流呢個虛構故事可以流傳上千年？直到今日，影視劇仲不斷翻拍演繹。污名嘅源頭要追溯到明代中後期，唐宋兩代講述隋唐歷史嘅文獻、筆記小說，全部依照隋書記載，客觀描述蕭皇后嘅一生，從未出現佢周旋多個帝王之間嘅情節。去到明朝，市井文學、通俗演義開始興起，當時書商為咗吸引百姓購買小說，刻意加入香豔、離奇嘅劇情，增加故事戲劇衝突，提升銷量。明代萬曆年間問世嘅《隋唐兩朝志傳》，第一次篡改蕭皇后嘅人生，到讚佢被俘之後，先後依附各路群雄嘅情節。後來清代《隋唐演義》、《粵唐》一類通俗小說，不斷放大、加碼呢段虛構故事，仲幫佢到讚蕭美娘呢個動聽嘅名字，
強化絕色美人嘅人設。古代文人普遍存在一種固化思維，王朝傾覆一定有紅顏禍水從中作祟，男人掌權失誤，天下大亂，唔願意歸咎於君主昏庸、將相無能，反而習慣將責任推到身邊女性身上。隋煬帝好大喜功，窮兵黷武，橫徵暴斂，導致隋末天下大亂，本質係統治者自身決策失誤。但後世文人唔願意直白批判帝王，就塑造出一個風流艷後形象，暗示大隋滅亡。蕭氏亦都有惑君之責，透過醜化女性，減輕君主嘅歷史責任。另外，市井百姓向來中意睇才子佳人、絕色美人周旋多個權貴之間嘅離奇故事，單純講蕭皇后顛沛無奈、忍辱求生嘅真實人生，平淡悲涼，唔夠吸引眼球，反而改寫成萬人爭搶嘅艷後，充滿戲劇張力。無論戲曲、話本都大受歡迎，一代傳一代，以訛傳訛，虛構故事慢慢取代真實歷史，成為大眾固有認知。去到現代，影視劇為咗收視率，直接沿用明清演義嘅虛構劇情，唔參考正史同考古成果，進一步固化蕭美娘風流艷後嘅錯誤形象。好多年輕人冇機會接觸專業史料，只透過電視劇了解歷史，自然將謠言當成事實。但只要沉下心閱讀隋書，睇揚州古墓考古報告，就會發現所有香豔傳聞全部係後世創作。真實嘅蕭皇后從來唔係供人消遣嘅美人符號，只係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、毫無自主權嘅亂世女子。佢細個被家族嫌棄，中年親眼目睹丈夫被王朝崩塌，晚年被逼遠走室外10幾年，一生大半時間都在顛沛中度過，心中滿是無奈同悲傷。後世不但唔憐惜佢嘅遭遇，仲刻意抹黑、扭曲佢嘅人格，實在令人唏噓。蕭氏有文才、有見識，性格柔韌，身居皇后之位時心繫天下，亂世流亡亦都守住皇室尊嚴，從未為咗求生而委屈求全、委身他人。呢份骨氣反而被幾百年來嘅文人完全忽略。古往今來，好多亂世女性都遭遇同樣嘅命運，身不由己成為時代犧牲品，死後仲要被隨意污名化。蕭皇后只係其中最具代表性嘅一個。透過還原佢嘅真實一生，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古代女性無法自主嘅悲哀。唔好再被通俗小說、影視劇帶偏，學會用正史、考古實物去分辨真偽歷史。睇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已經完全分清影視劇入面風流絕代嘅蕭美娘同史實、考古之下真實嘅敏皇后蕭氏根本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人。流傳千年嘅六帝侍奉傳聞，只係明代之後市井文學為咗博眼球杜撰出來嘅虛構劇情，冇任何權威史料同出土文物可以佐證。蕭皇后一生淨係得楊鑫一個丈夫，14歲相伴至楊鑫離世，亡後跨越數十年，依舊與楊鑫同月長眠。81載人生，大半飽經離亂，只係亂世之中身不由己嘅苦命女子，唔係世人口中或亂天下嘅艷後。好多觀眾細個聽古睇電視，一直深信呢段錯誤歷史，今日睇完呢條長片，先至知道自己被誤導咗幾多年。不妨喺評論區留一句，講下你以前對蕭皇后嘅印象，睇下有幾多人曾經信過六帝驗史呢個謠言。如果你中意阿水今日呢份還原真實歷史嘅乾貨內容，記得點讚、收藏呢條影片，分享俾身邊中意歷史嘅朋友。唔好再讓更多人被影視劇同小說誤導。想睇更多被野史扭曲、被電視劇改寫嘅真實歷史人物，記得關注阿水講歷史。後續我哋會持續拆解更多廣為流傳嘅歷史謠言，結合正史同考古證據，還每一位歷史人物一個公平真實嘅評價。今次關於蕭皇后嘅完整深度解說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